開店鋪做樓盤配套工程裝修嘅老友，你哋平時揾安全配套用品會唔會好分散啊？要跑好幾家先至能夠配齊。喺佛山呢個20年嘅廣東南國小商品城批發市場，真嘅可以將剛需嘅安全配套全部配齊。嗱，家下先分享3款3C 認證開店必備嘅常規消防用品：乾粉滅火器、消防應急指示燈、安全出口指示牌，都係備齊標好嘅。所有門店、商鋪年審剛需，合規標準拉滿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啲道路安全標識類目亦特別齊全，反光路牌、警示標牌、限速標誌、隔離提示牌、工地安全標語、導向標識等一應俱全啊！我相信做工程、做配套嘅老友都識得呢類合規安全用品。廣告嘅係要齊全、標準、省時省力。一個電話飛過嚟，南國長徑幫你搭線。